争议真久的镜电视上有线电视频道案件 ，NCC 今仔日审议了后，正式通过镜电视会当伫中家庭有线电视业者的第86台。不过 NCC 是有带条件，要求股东就要签这个书，这股权要交予信托，而且是袂当找人头来代替。那准顺利者，上近1月中就会当上86频道啊。 镜电视就第4台案件甲董监事变更案，一路吵架议论纷纷。NCC 礼拜搁再摆审，7个委员除了副主委王必忠回避，1个委员确诊山顶参与，最后2名委员弃权，以4比0来通过。另外也通过镜电视董监事等这变更的申请。我们也没有外界所说的可以等到哪一个委员确诊之后才开会，这个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委员是有在线上开会。 刚修过我们的这个议事要点了，所以线上会议其实也是合法的。回顾镜电视案件发展历程，去年1月镜电视核准设立，2月网络起步，5月上 MOD 的频道，也毋过申请上架有线电视频道是真侪波折。期间反映高层介入这传闻不断，一直到礼拜才审查通过。而 NCC 也立下附带条件，要求股东要切结，股权交付信托，不用找人头代为持有。这个案件才通过生效。 国民党的主张是陈耀祥下台负责，陈耀祥下台负责，下会期拒审 NCC 的预算，已经违背当时 NCC 对立法院说要在各种争议厘清调查之后有了结果才能够继续审议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NCC 根本就已经彻底违法。 对着 NCC 趁立法院收回摆审通过镜电视案件，在野党立委非常不满。5月初，国民党立委就把冲入 NCC 大楼静坐来抗议，失败摆审，搁再到 NCC 抗议，结果员工无按入去，红党伫楼梯间也报警处理，指控 NCC 违反消防法规。国民党立委最终抗议无效，专案议员审查通过，那一切顺利，镜电视上近7个中旬会再上频道。记者综合报道。